第52章，耶穌受審。猶太人嘅領袖派人帶住刀、劍同棍嚟到客西馬尼園。加略人猶大同佢哋喺埋一齊。大祭司呢個時候已經買通咗猶大，要佢指出邊個人係耶穌。猶大同耶穌親嘴，令嗰班人知道邊個係耶穌。跟住佢哋將耶穌帶走，戲弄並且打佢，然後將耶穌帶到去大祭司該亞法嗰度。猶太人嘅領袖問咗耶穌一啲問題，佢哋話耶穌犯咗法，因為耶穌講自己係神嘅兒子。耶穌同佢哋講，佢的確係神嘅兒子。嗰班人話耶穌有罪，應該被處死。猶太人嘅領袖冇權力處死耶穌，就將佢帶到本調比拉多面前，佢係可以判耶穌死刑嘅人。猶太人嘅領袖話俾比拉多聽，耶穌教導人民唔好服從羅馬嘅法律。比拉多認為耶穌冇做錯乜嘢事，想放走耶穌，但係啲人就希望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面。比拉多依然想放走耶穌，但係班祭司同群眾不斷大叫，要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面。比拉多去洗手，話佢唔會為耶穌嘅死負責任。群眾話佢哋會為耶穌嘅死負責任。比拉多於是吩咐佢嘅士兵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面。